国人口第二座圣彼得堡，俄罗斯大约有44个城市表出反战风潮，因为示威抗议轰掠的人，自4天进前的几十个人增加到6000多人。Many Russian citizens not on board with Putin's actions. You can look at this video right here. Anti-war protesters risking their safety here in St. Petersburg. It's one of many protests across the country as Russian authorities have detained nearly 6,000 people. 反对入侵乌克兰轰掠的人，不管什么年龄层拢有的骹手讲拔起来刚离开现场。和俄罗斯反战运动相比，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的所在嘛，拢表出反战的示威，向俄罗斯驻在地大使馆抗议。尤其是普丁威胁要摕核武对付西方国家时，当年受冷战折磨的柏林人嘛发起10万人的示威，而且亚白啊要求停止战争，强调绝对袂使让历史搁发生一摆。 kann nicht angehen, dass so ein Mann Europa nochmal in so eine Krise führt. Das geht nicht. 普丁当然未把这示威抗议放伫心内，不过搁这经济金融制裁，尤其是核弹级的选项，甲俄罗斯的银行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组织的做法，反使让普丁感受到奇怪压力。这几天，俄罗斯真侪间银行落红制裁，引起国际上和俄罗斯国内银行有真侪民众排队要来领俄罗斯卢布或者是外国钱，票面情势恶化，无法度领钱。 С четверга все бегают от банкомата к банкомату, где что появляется. Но кому-то везет, кому-то нет. 为了管制大家领钱，手机啊、网络转销等等应用程式的功能落红限制，必须民众该重新去银行的柜台办一张金融卡，才有法度领钱。除了用各种拖延的战术，俄罗斯银行嘛一直安大民众，强调银行的现金有够，大家存款拢真安全。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